国举押的维吾尔儿童画面曝光。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同化政策一直引起国际关注。近年来，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建立所谓教育转化营名义下的集中营，关押人数超过5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，其中有大量儿童被强行与家人分开。有报道称，父母被关在再教育营的儿童与家人分开，被安置在所谓孤儿院，有时远离亲，一些设施的条件很糟糕。总部位于伦敦的人权组织记录对穆斯林的压迫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从该地区泄露的图像。欧盟考虑向缅甸实施贸易制裁。欧盟正准备实施制裁，以抵制缅甸对罗兴亚穆斯林的虐待和暴力行为。欧盟委员会正研究具体制裁清单，可能包括缅甸纺织业，但相信不会立即实施。报道相信欧盟会启动6个月的调查程序，若果缅甸当局满足人道和民主要求，制裁可以无需实施。有欧盟官员表示，关注一旦实施制裁对缅甸的影响，但强调不能漠视联合国8月1份报告，指责缅甸军政府种族清洗大批罗兴亚人。纽约时报：特朗普协助父母逃税。纽约时报10月2日发布一篇令人震惊的特别调查报道。报道称，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协助父母逃税来接手父亲的地产王国。报道犹如一枚重磅炸弹，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和讨论。文章称，唐纳德·特朗普总统从他父亲的房地产帝国获得了至少4.13亿美元，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可疑的税收计划，包括直接欺诈的例子。虽然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说，之前特朗普一直拒绝就此事评论，但他于周3上午在推特上回应，凭借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。美国对中国的原油出口已完全停止。美国对中国的原油出口受贸易战影响已完全停止。路透香港10月3日报道，中国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谢春林周3称，美国对中国的原油出口已完全停止，因两国贸易战冲击这一迅速成长的业务。特朗普警告沙特国王萨勒曼。特朗普公开威胁沙特增加原油产量，如果没有我们的保护，萨勒曼的沙特国王之位连2个星期都保不住。特朗普说，我们保护着沙特阿拉伯，你们可能会说他们很有钱，我爱沙特国王萨勒曼，不过我已经警告他，如果没有我们的保护，他的国王之位连2个星期都保不住，他必须为他们的军队付出代价。